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5，诗篇136篇50到60安尼讲：感谢迄个用智慧创造天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感谢迄个铺地伫水的顶面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三甲来祈祷，用智慧造天，佮铺地伫水的顶面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主，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的恩典无所不在，你的权柄无所不至，主啊！愿每一天所欠用的，你丰丰富富赏赐予阮，因为你听阮到安尼。主啊！愿常常掠家己做智慧，总是愚妄来行代志。人伫日光下面的打拼，最后拢是空空。主啊！就你是赏赐丰盛活命的主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用智慧创造天，也铺地伫水的顶面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